去推翻、去改變或者撤銷呢一個決定。咁所以到底今日831呢個決定落咗落嚟之後，係咪真係咁不能夠撼動？今日呢一個對話嘅前設係咪真係831嘅決定能夠為政府阻擋晒我哋見到呢2-3個月以嚟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實際情況？喺基本法第15條入邊講到政改入邊最需要考慮嘅其中一個重點就係香港社會實際情況都有咁重大嘅轉變嘅時候，係咪831呢個決定真係不能夠撼動呢？我諗呢一樣嘢，我希望跟住落嚟嘅對話入邊呢，咁多位嘅官員係可以唔好模糊化呢一點，令到香港嘅市民呢都覺得831呢個決定呢就等於一切嘅。咁跟住我就會交俾羅冠聰同學去作出另一方面嘅一啲嘅質詢。係啊，好高興司長同埋佢同事咧就講過，我哋坐低都係想市民大眾咧嘅福祉咧係得到重視同埋增進佢哋嘅福祉嘅，但係亦都希望各位司長或者各位政府嘅朋友咧唔好模糊焦點，因為呢一個唔單止一個憲制，唔單止一個法律嘅問題，佢更加係一個政治問題，因為我哋831嘅人大個常委嘅框架咧，其實就係建基於人大常委嘅政治決定，歸根究底呢個都係我哋需要當刻面對嘅一個政治問題。而點解咁多人上街抗爭，就係因為呢一個政治問題已經衍生出一個好嚴重嘅民生甚至係良心嘅問題。我哋見到有100萬人係生活喺貧窮線以下，亦都見到老人家而家可能拎緊2000幾蚊生果金，要落街執紙皮去維持生計。亦都見到咧有好多高官貪污嘅醜聞，甚至係見到警方咧係出動催淚彈去驅趕示威者。而呢一啲嘅問題咧，其實源自就係一個不民主嘅政制。呢啲政制咧，雖然香港人係一直都好渴求，但係見到咁大規模嘅申冤申訴，直到呢一刻就係因為大家見到民生同埋民生同埋良心嘅問題，已經迫使到我哋立即要出嚟正視呢一個問題。咁我哋亦都係好誠懇咁樣坐低，其實就係想同政府去解決呢一個政治問題，解決而家市民兩極化或者係政治紛爭嚴重嘅問題。但係我哋都必須要認清呢啲問題，政治問題起點係源自831人大決定，而再褪前一步就係源自政府第一個諮詢階段提交嘅呢一份報告。而我哋亦都見到呢份報告未必係好似完全就係好似阿司長咁講，係一份客觀而全面嘅報告。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喺2014年3月11日至到20日嘅調查，有76.2% 嘅受訪者係唔接受只有建制派嘅人士，包括親中人士、政府官員等，先至可以成為特首嘅候選人。而喺諮詢報告裏面呢一點係從未被引述過。而我哋見到831嘅框架出咗嚟之後呢，亦都只係得建制派人士先至可以被提名成為特首嘅候選人。喺整個諮詢期裏面呢，政府從未為愛國愛港作出任何清晰嘅定義，而大家亦都必須要知道，任何限制人權嘅一啲限制咧，係必須要有清晰嘅定義，佢先至係可以生效嘅。而呢一個愛國愛港嘅限制咧，其實就係限制咗某一啲人嘅被選權。所以咧，呢一個主流意見，政府喺諮詢報告講嘅主流意見咧，其實係認同基本法下行政長官需愛國愛港嘅定論咧，係完全冇一個事實嘅根據。根據港大民意研究中心所做嘅多輪調查，亦都發現咧，支持廢除或者縮減功能組別嘅人，同埋支持取消分組點票嘅人咧，係比反對嘅多出1倍。但係諮詢報告居然可以作出社會大眾普遍認同，無需對基本法附件2作出修改嘅呢一個結論。由上述幾點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呢一份嘅諮詢報告咧，同民情係出現咗好嚴重嘅落差，亦都可以好正常咁樣推斷到咧，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嘅錯誤判斷咧，係有可能係建基於呢一份諮詢報告裡面所撰寫嘅內容係同事實不符。咁我想問司長或者政府嘅官員各位，你哋有咩方法可以彌補到你哋呢次嘅失誤，可以令到往後嘅一啲日子，市民可以對你哋嘅政制發展重拾信心，俾到市民一個真正嘅真普選。OK， 非常好，時間掌握得唔錯。嗱，我想請政府嘅代表呢邊作出回應啊。袁司長，係多謝鄭校長，或者我嘗試去答一答Yvonne 嗰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咧，人大係中國最高嘅權力架構，人大常委會係中國最高權力架構嘅常設委員會。響2004年
4月6號所作嘅解釋呢，當其時用嘅一個字眼係確定，唔係決定，亦都唔係其他嘅字眼。我哋其實就頭先阿Yvonne你講個問題呢，亦都係作過相當嘅研究。我哋認為呢，呢一個嘅確定呢一個嘅字眼呢，係容許人大常委會呢響作出應該或者唔應該修改嘅表示嘅同時呢，亦都可以呢係有其他方向性嘅指引。原因呢有好多個，簡單講呢，就係確定呢一個名詞呢，唔應該呢有頭先阿Yvonne你所講一個咁狹窄嘅演繹。第二就係話，響確定嗰個方向嘅時候呢，就算我哋唔完全用呢一個內地嘅法律，就算我哋參考普通法或者其他國家嘅法律，好多時候當一個政府嘅機關或者其他嘅機關係有權力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呢，佢亦都呢係可以響做嗰件事或者係決定嗰件事嘅時候呢，係列舉一啲方向性嘅指引，或者甚至乎呢係作出呢一啲嘅條件。其實呢一個觀點呢，響香港呢，陳雲毅教授呢亦都呢係有講過。我哋內部亦都呢係就呢一方面呢係有作過嘅研究。我哋認為呢，響呢一個情況呢，絕對呢係有權呢，響作8月31號嘅時候呢，係作出其他頭先阿 Alex 響佢嘅開場白嘅時候都有簡述過嘅一啲嘅條款。而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即係話有權力去決定或者係確定一件事應該定唔應該做，可以定唔可以做嘅同時，同一時間可以做一啲方向性或者甚至乎係條件呢個呢，其實響今次呢一個呢係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呢完全呢係有效嘅。因為大家若果係諗翻響政改5部曲呢，嗰5部曲嘅時候呢，當第一部曲行政長官提交報告之後，第2步呢就要係人大常委會呢係作出決定，然之後呢到最後第5步呢，人大常委會呢先至再係參與嘅。若果響第2部曲嘅時候，人大已經係有某啲嘅方向，佢講出嚟嘅時候呢，其實對整件事呢係有幫助，而冇呢負面嘅影響。因為呢一個嘅考慮呢，亦都想講翻就係，其實政府呢好多次都講過，響香港嘅政制嘅發展，因為香港係中國嘅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係有責，亦都有權呢去處理，亦都呢係絕對需要呢係參與。若果唔係嘅話呢，到最後尾，如果去到第5步嘅時候，先至話原來呢一樣嘢係唔會贊成嘅。大家希望你哋用你哋嘅常識去諗下，當其時候香港同埋內地會面對嘅憲制嘅危機呢，反而呢會係重大。所以喺第2步嘅時候，亦都係今次8月31號人大常委會作呢個決定嘅時候，唔單止話可以響2017年之後修改，而有其他方向性嘅指引呢。呢個第一合法，第二響今次嘅情況，響香港嘅情況，完全呢係可以理解，亦都呢會係令到整個政改嘅過程呢係順利嘅。再補充一點，可能大家若果睇翻嗰個歷史嘅時候呢，第一次就基本法嘅附件1呢一方面去作出修改、作出討論，人大係頭先我講2004年4月6號嘅時候呢，係作出嗰個解釋。同一個月份4月26號呢，亦都係作出一個決定。當其時嘅決定呢，若果大家睇翻呢，亦都唔係淨係話改唔改咁簡單，亦都有講其他嘢。當年冇人提出過人大常委會冇權力做呢一樣嘢，亦都咧好肯定就係話，當解釋嘅時候係喺4月6號，決定係4月26號，相隔大約係20日。我唔相信當其時同一批嘅人大常委會嘅成員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而今次8月31號，我亦都好肯定呢，人大常委會當其時出席嘅會員係經深思熟慮、好謹慎咁考慮過，
知道自己嗰個法律上邊嘅權同埋責，先至係作出8月31號呢個決定。所以Yvonne，我回答你呢個問題呢，其實喺呢一方面唔需要再有任何嘅疑問，亦都呢一個法律嘅問題喺香港嘅法院呢，我認為呢亦都係唔可以處理嘅。多謝校長。多謝司長。邊位同學呢邊有發言呢？ OK， 都係梁同學，唔該。咁多謝司長頭先即係解答咗法律上面嘅少少問題啦。咁我亦都即係作翻少少嘅一啲回應咁樣。其實頭先司長亦都即係講得好清楚，因為我哋今日要考慮到人大喺最尾第5步嘅時候，到底會唔會對我哋香港呢一度提出嚟嘅一個方案進行落閘。所以我喺第2步嘅時候咧，就應該首先要自斷雙臂。我覺得喺呢一個講法上面咧，其實電視機旁邊睇緊直播嘅一啲香港市民應該都會非常之憤怒，因為呢一樣嘢咧係由香港政府自己去放棄緊一國兩制底下呢個釋法嘅5部曲。因為咧，其實剛才我亦都提得好清楚，就係即係李飛先生嘅嗰個所謂嘅説明，其實本身係一個冇法律約束力嘅一樣東西嚟。而喺呢一個前提底下，應該係先由香港政府擔當起一個憲法責任，為香港市民爭取一個最民主嘅普選方案，然之後先至交由我哋嘅立法會等等去表決，然之後由人大去進行一個確認。我諗呢一點係非常之清楚，而唔應該係將呢個責任咧擺晒喺人大常委作出呢個決定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因為佢有守尾門嘅權力，所以而家咧香港政府就冇一個責任要去為香港市民爭取一個更民主嘅普選制度。咁呢樣嘢係非常清楚。咁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哋嘅討論都唔應該淨係聚焦喺到底人大呢個決議上面係咪能夠撼動，因為國家憲法已經講得好清楚，佢係一個能夠撼動嘅決定。咁所以我都交翻由 Eason 咧去講下，到底眼前嘅政治問題，香港政府想點樣去解決？冇錯，咁多謝咁多位司局長啦。咁啱啱即係總括咁多位發言，講過一個叫民主嘅態度，我好認同嘅。民主係一種態度。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翻嗰個政府所做嘅諮詢報告咧。如果政府覺得嗰個諮詢報告係全面係客觀嘅話，我覺得司長局長大可以走去街上面20萬人走去公民抗命。你可以問一問佢哋正正係覺得喺之前嘅諮詢報告入邊，佢哋嘅意見係完全不被重視，所以佢哋先覺得好憤怒，所以先至今次走出嚟街頭上邊。民意咧唔係一天就練成嘅，我相信咧當日喺政府寫嗰個嘅諮詢報告嘅時候咧，其實呢啲民意都係通通存在。正正係因為呢一啲咁樣嘅意見咧，其實不被重視，所以今天咧佢哋要選擇用一個公民抗命嘅方法走出嚟，去話俾政府聽佢哋嘅不滿。民主咧，當然我認同咧，仲有一種精神啦。所以咧，民主如果話要向前走一步咧，唔單單係一個選票上邊嘅增加，民主嘅精神咧，同樣在於咧係一個權利嘅確認，保障我哋嘅平等自由嘅權利。好明顯睇得到喺呢一個831嘅決定入邊咧，人大落咗3集之後咧，其實我哋嘅政治權利咧係大大受到一個打壓嘅，亦都可以咁樣講咧。如果大家稍為即係用一用，正如啱啱即係局長用嘅字眼，大家有少少常識嘅話，都可以理解咧。人大嗰個決定攞咗3集之後咧，係令得到好多人係好不滿，令得到我哋民主嘅權利咧係受到重大損害。咁所以咧，呢一個並唔係一個民主嘅大進步。正如政府後期嘅即係文宣嘅策略上面都提到，有票真係唔要，袋住先。呢個意思就係話，政府都明白呢一個並唔係一個恰當嘅方法，唔係一個可以切實面對香港實際狀況嘅做法，但係要我哋袋住先，即係話要我哋妥協。咁呢個並唔係一個民主嘅精神。我哋見到大部分嘅市民喺街上邊，點解政府唔去回應呢？所以我哋懇切喺度，政府係提供一個解決現時當下政治局面嘅問題。補充一點就係，好多嘅市民其實講清楚，今次一個公民抗命，其實甚至講過係話喺呢個運動之後，大家係會自首，係會接受法律嘅制裁。咁呢一個其實係法治精神嘅體現，亦都係喺法治嘅底下之後最大嘅抗爭嚟。咁所以希望各位可以搞清楚呢一點。唔該，咁係啦，請譚局長唔該。多謝啊校長。就首先咧，我都要好多謝Alex 同埋Yvonne，因為大家都係香港大學嘅校友咁樣樣。
咁就阿 Alex 頭先提到明德格物啊，咁我係想借題發揮少少嘅。格物以致知咧，我諗大家都需要翻去基本嘅客觀嘅事實嚟到去研究我哋今日要處理嘅問題。法律嘅問題頭先阿司長講咗，我唔重複，但係我想從呢個民意或者社會對831嘅決定嘅反應嗰度做一個嘅入手點先。大家都留意到咧，喺8月31號個決定出咗嚟，去到今天咧，大家同我哋一樣咧，都係留意到喺大學啊，喺學術機構啊，喺一啲嘅智庫咧，都有唔同嘅民意嘅調查，亦都有公開到嘅。如果客觀平情而論嚟到去講咧，8月31號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咧，並不受到一面倒嘅接受。亦都並不受到一面倒嘅不接受嘅。事實上有唔同嘅民意調查咧，都顯示接受同埋唔接受嘅民意咧係各有千秋。大家咧都係喺30%幾或者40%幾各有千秋，都係咁上下。咁呢個係一個嘅客觀嘅現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話，縱然係接受或者唔接受都好啦。如果係話2017年落實普選係依照8月31號嘅人大常委決定呢個框架嚟到去推行一個方案嘅時候咧，咁大家嘅反應會點咧？咁有大概咧係有幾個民調咧，就係話大概有50%或者多啲嘅受訪者咧係認為都可以係按呢個咧嚟到去落實呢個2017年啦，或者俗稱嘅所謂袋住先啦咁樣。咁更加有大概60%幾嘅市民咧嘅受訪者認為，如果到時係2017年有一個普選咧，佢哋都會選擇去投票啊咁。嗱，呢個係一個首先客觀嘅存在。所以如果我哋去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講話民意係唔係對人大常委嘅決定係唔係一面倒嘅接受或者唔接受咧？我相信大家都要公道啲，因為當然我哋都確認咧係會有唔少嘅市民咧係覺得呢個人大常委決定佢哋係失望嘅，但係同時都有唔少嘅市民咧係認為可以接受呢個人大常委嘅決定。頭先有同學提到話特別 Eason 提到佢話會唔會呢個8月31號嘅決定係佢嘅字眼咧係市民嘅政治權利係受到打壓咧咁。嗱，我哋唔好憑空嚟到去作出呢個立論先。我哋試下睇一睇今天同埋2017年嘅比較會係點樣樣。喺今日嚟講咧，我同埋 Eason 可能都係冇權咧係去投票係選我哋嘅特首。我雖然做咗呢個政改第3次啦，但我都係冇票去投。如果假設我哋2017年係落實到嘅時候咧，普選嘅普及和平等嘅選舉權咧，就可以令到你同我都可以有份去投票。呢個權利係比起今天咧係一個進步，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想講咧就係參選權嘅問題嘅。頭先咧應該係阿 Nathan 提到係唔係中大有個調查話70%幾係唔接受咧，只有親中同埋係建制派係嘛嘅人士咧先至可以係選特首。我相信我都係呢70%幾裏邊嘅其中一個人嚟嘅。因為我覺得，如果根據基本法，我哋以事論事嘅話咧，參選人嘅參選權嘅唯一嘅資格嘅限制咧，就喺基本法第44條裏邊，即係話在座5位同學可能都要再等一陣，等大家夠40歲以上咧，先至係可以參選。咁所以，凡係符合基本法第44條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咧，都可以出嚟係去爭取咧第時提名委員會嘅提名，去爭取500幾萬選民嘅投票，去爭取咧中央嚟到去委任佢嘅。到時咧唔係一個制度上嘅限制，到時咧要比拼嘅係一個政治嘅實力，係佢個人能力嘅比拼，係佢嘅政綱嘅比拼，係佢嘅團隊夠唔夠力嘅比拼。到時係一個政治上嘅一個競爭嚟嘅。所以點解我哋成日強調咧？如果我哋落實到2017普選嘅時候，所有嘅候選人都要面對公眾，都要面對社會嘅時候，佢嘅政綱要容納到社會上所有唔同階層嘅。
到時唔可能係官商勾結，亦都唔可能係民粹主義，係必須要兼顧上中下幾個階層咧，都要兼顧到，先至有機會攞到提名委員會足夠嘅提名，先至有機會攞到係超過一半嘅有效嘅選票，先至係攞到中央嘅信任係委任佢。呢個三者係缺一不可嘅。嗱，故此我哋如果係原地踏步嘅話咧，呢一啲政治生態嘅改變咧係冇辦法係可以成立到，亦都冇辦法可以開始到。點解我哋唔將呢一個嘅2017年作為呢個政治生態改變嘅開始咧？咁我自己咧就曾經咧係喺特首辦工作過，我亦都見過咧係做特首嘅生涯係點樣樣嘅。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做政府或者做特首都係要平衡社會上不同嘅利益，我哋唔能夠傾向任何一邊。做政府，我80年代喺香港大學畢業之後，我加入咗政府，我學嘅係喺社會上要聆聽唔同嘅聲音，作出一個嘅平衡。我哋政策嘅取向咧有唔同嘅取向嘅時候，我哋要睇下正面同埋反面，然後攞一個對公眾整體同埋長遠最有利益嘅一個嘅政策。呢個就係我哋嘅良心，呢個就係我哋嘅專業，呢個係我哋嘅本分。再嚴肅啲講咧，呢個係我哋嘅召命，我哋係要咁做。所以希望各位同學都要理解咧，有時做政府嘅官員咧，我哋唔好動輒去問政府嘅官員有冇良心。有良心當然係需要，但係我哋更加需要有專業，更加需要有個召命嚟到去做。我哋做嘅時候咧，係平衡社會上每個階層唔同人士嘅利益。多謝主席。多謝。係岑同學唔該。多謝晒各位司局長嘅發言。本身我自己同埋好多嘅香港人一樣咧，都係好期待今次嘅對話，好期待今次嘅會面，因為特區政府嘅官員，包括係政改三人組或者係梁振英行政長官，喺呢一個8月31號人大落閘之後，或者係9月28號特區政府向住一班手無寸鐵嘅市民放催淚彈之後，係冇直接回應過香港而家發生咁大政治問題，係冇直接出嚟講嘢，提供一啲方法去解決而家呢個政治問題。咁所以各位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好希望各位有政治權力、有實權嘅特區政府官員係可以出嚟公開交代，出嚟公開攞出勇氣、攞出魄力、攞出誠意去面對、去解決呢一個你哋一手一腳搞出嚟嘅政治問題。但我估聽到而家聽到佢呢一刻，我估我自己同埋好多喺電視機旁邊或者喺出邊唔同佔領區睇緊直播嘅市民一樣，個心情都係相當之失望同埋憤怒。我哋估唔到政府去到呢一步，政府去到呢一刻，都依然係叫我哋袋住先，都依然係叫我哋完全100% 咁樣去跟住呢一個人大框架走落去，而唔係攞出勇氣、攞出誠意去解決呢一個政治問題。我自己今次係第3次嚟到黃竹坑呢個地方，喺呢3個月嚟第3次嚟到黃竹坑呢個地方，但係頭2次，第一次我係同另外500幾位同學，同另外500幾位市民一齊，俾警員押上去黃竹坑警校。第2次嚟就係大概係幾個禮拜之前，我哋雙手俾人綁上索帶，再一次俾警員押去黃竹坑警校。今次先至係我幾個月嚟第一次用一個自由嘅雙腳，用一個自由嘅身份係行入嚟黃竹坑呢個地方。點解我哋會願意咁多次出嚟公民抗命？點解我哋會願意咁多次出嚟被捕？甚至有咁多大學生願意被捕，願意係承擔呢個法律責任，願意被檢控，甚至將來係會留案底，甚至將來係會有機會坐監。點解有市民有同學係會瞓咗街24日，係會瞓咗街24日？點解會有市民每一日都出嚟捱催淚彈，每一日都出嚟捱胡椒噴霧，食胡椒噴霧？點解會有市民俾警棍搏到頭破血流，都依然要堅守街頭？為嘅就係一樣好簡單嘅東西，為嘅就係希望特區政府可以保障香港人一啲好基本嘅權利，包括係香港人爭取咗30年嘅民主政制，包括係香港人一路好希望享有嘅民主嘅選舉權、被選舉權同埋提名權。呢一啲都係我哋覺得相當之基本嘅權利，而呢一啲亦都係我哋相信係法治保障嘅內容。啱啱司長局長好多次提到法治係香港核心價值，呢個我哋當然只係認同，當然只係覺得我哋係要尊重法律，要尊重基本法，要尊重法治。
但係法治其中一個好核心嘅內容就係保障人嘅基本權利。法律係為人而寫，法律係寫出嚟保障我哋基本權利。法律唔係可以俾少數嘅權貴，唔係可以俾少數嘅政府官員攞嚟肆意當成一個政治工具去踐踏、去打壓、去肆意扭曲我哋嘅基本權利。政治先至係今次我哋面對最大嘅問題。呢一個係特區政府嘅政治意願，呢一個係人大常委會嘅政治意願，呢一個唔僅僅係一個法律嘅問題，呢一個係只係俾特區政府嘅官員不斷用呢一個政治嘅手段去包裝成一個法律問題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喺呢一度，即係政府嘅官員真係可以去勇於承擔，例如係面對住即係咁多嘅民意，面對住而家香港呢個實際情況，你哋可以承擔，即係你哋喺第一階段諮詢報告犯嘅錯誤，或者係不承認你哋當時係的而且確不能夠反映民情，先至去到呢一個8月30日嘅決定，而唔係再喺呢度帶香港人遊花園。嗱，我想是否請愛學聯嘅同學具體講下，即係邊方面你覺得政府現在應該做嘅咧，就滿足到你哋嘅要求咧，好嗎？我希望可以嚇。OK。盧冠聰同學，唔該。係我諗頭先經過咁多討論咧，政府都係冇正面回應咧，就係因為諮詢報告同個民情出現落差，從而令到人大常委會對個形勢有個錯誤判斷，落咗咁樣嘅一個框架。到底司長或者政府官員各位喺未來會唔會係提出一個修訂，或者提出一個解決嘅辦法，去適應翻而家民情嘅轉變，或者係如實呈現翻呢個民情俾我哋中央嘅官員呢？第二個咧，頭先譚志源局長就講過一啲基本事實啦，但係我亦都好希望係分享翻我嘅一啲認知嘅一啲基本事實。對上一次嘅行政長官嘅選舉咧，代表住每年立法會至少拎到50%半選票嘅何俊仁呢個議員咧，佢最尾只係獲得100多票，而呢一個咧係同佢。而呢一個咧係同泛民主派喺平時受到嘅支持率咧係十分之唔對等，而大家亦都知道建制派喺提委會當中係至少有70%嘅鐵票係可以掌控於手中，所以我哋而家講嘅並唔係年齡嘅限制，而係一個政治傾向嘅限制。而一個人如果係因為佢嘅政治信念、政治傾向而令到佢嘅被選權係受到限制嘅話咧，呢個係違反人權最基本嘅概念。而經過一輪嘅一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咧，政府如果都知道佢做嘅決定係同民情不一嘅話咧，如此簡單直接地接受人大嘅框架，而唔打算通過有憲制效力嘅途徑，係希望呢一個框架係得到修訂，或者能夠係令到人大常委會嘅決定係可以更加符合而家香港嘅現況，更加能夠俾香港人一個真嘅普選咧，呢個係一個違憲嘅做法。根據基本法第45條同埋68條，亦都提到過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嘅產生辦法係都要係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係去規定同埋去調整呢兩個選舉嘅產生辦法。點解你哋知道而家呢兩個選舉辦法同市民嘅訴求係出現咁大嘅落差，同我哋想真正能夠選擇唔同政治光譜嘅候選人係冇辦法做到呢樣嘢嘅情況之下，都唔去盡大家嘅努力去提請俾人大，係希望人大能夠修訂人大常委會嘅呢一個決定呢？而呢一個行徑喺憲制框架或者喺中國憲法框架係絕對係能夠做到，並且係能夠令到而家嘅狀況係得到改善。所以亦都希望政府官員係能夠履行你哋嘅憲制責任，去利用政治嘅手段去解決而家呢一個政治問題，係有魄力地去表達市民嘅意見，係能夠解決呢一個現行無法管治或者政治問題十分之嚴重、社會撕裂嘅問題。非常之好嗱，我想再確定問一問，係咪現在學聯嘅同學主要想政府提交一個額外嘅報告俾人大常委咧？咁係咪呢個係主要嘅要求？係。好嘅，周永康同學。多謝校長。我諗學聯嘅代表，其實學聯嘅同學今日喺度，其實有兩點好清晰嘅就係，其實而家嘅政制爭議係一個政治問題。
應該透過政治渠道去解決。特區政府有佢嘅憲制權力去進行用任何方式去解決當下政治問題。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嘅社會就係當由罷課開始到雨傘運動，我哋見唔到政府係用政治嘅手段去解決政治問題，反而前幾日大家都知道，警方話胡椒噴霧用得七七八八，呢個係用緊武力手段去解決政治問題，係唔會解決到當下嘅社會爭議。而其次就係，既然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嘅話，而香港民情有變，政府都係有責任履行翻佢嘅憲制責任。我相信8月31號人大佢有佢自己嘅框架，但係如果香港嘅社會民情當下係認為立法會廢除功能組別係當務之急，公民提名係一個更加平等嘅提名方式，令到百家匯村嘅話，可以政府佢唔去思考一啲方法，令到呢啲提名嘅方式，令到立法會嘅改組真係可以融入到未來嘅政改框架裏邊咧。因為其中有一個問題就係，當大家話提到提委會，我哋可能要均衡參與嘅時候，我諗2年前嘅梁振英選舉，唐營同埋梁營嘅相爭，大家都見到香港人完全係局外人嘅身份。局外人，我相信林鄭月娥司長近呢個零月體會都非常之深。當其時嘅香港人就好似今日司長你一樣，完全係插手唔到喺成個特首嘅選舉過程裏邊。大家見到當其時嘅特首選舉非常之受到大陸嘅政治板塊影響，689票嘅梁振英，香港人從來都冇提名過佢出嚟，亦都冇選過佢出嚟。到底循住呢一種嘅歡迎翻嚟咧，政府學聯嘅對話直播。喺剛才嘅半個鐘頭咧，就雙方係討論過幾個問題嘅，包括咧就係人大831決定嗰個法理基礎啦，另外就係香港市民對於人大嗰個決定究竟點樣睇啦，係支持定唔支持啦？另外民意究竟係咪支持袋住先呢？咁仲有就係喺人大常委嘅框架之下，究竟香港市民嘅政治權利係咪受到打壓咧？等等。剛才咧就主持人咧就問咗幾次，就係學聯到底有咩要求？而家咧就學聯秘書長發言。咁剛才佢提出過咧，就係希望政府咧係提交份額外報告，咁係等緊政府嘅回應㗎。委會或者政黨提名都係香港應該採納嘅政制改革方向。我諗呢個非常之清晰。當政府提出話好多憲制條文規限政府嘅時候，同時間政府究竟係提倡緊一種乜嘢嘅社會願景，提倡緊乜嘢嘅社會價值？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看在眼內。到底係唔係一個更加平等公開嘅社會發展，定係開緊歷史倒車？尤其是當大家話提到4大界別係嚟緊嘅提委會組行方式嘅時候，大家都知道香港社會不嬲嗌嘅就係廢除功能組別。功能組別同提委會嘅4大界別基本上都係如出一轍，但係點解我哋功能組別話要廢除，提委會卻越加要確認功能組別呢？我相信香港政府其實有需要為住當下嘅政制爭議提出解釋，並且係提出下一步嘅解決方案。政府如果係可以答到廣場上邊唔同佔領區嘅市民就住公民提名或者係提委會、立法會功能組別嘅廢除嘅話，我相信好多人都會立即翻去屋企。但係政府究竟當下有乜嘢解決方法，去令到當下嘅社會爭議係可以獲得平息？我相信今日嘅會議亦都係俾所有嘅香港人去聆聽咁多位官員經過差唔多成個月嘅抗爭之後，有乜嘢高見？好啦，咁我哋請政府呢邊嘅代表回應，唔該。我哋聽到幾位同學講咧，佢哋嘅論據都似乎係建基於話，即係而家你哋代表嘅意見呢，就係香港社會就住政改嘅意見。但係正如我所講啦，政改係一個非常之複雜、敏感嘅課題，喺社會上係有多元嘅意見。我哋唔能夠將佢一元化咗，就話各位而家呢個呢就係唯一嘅意見。所以基於呢個唯一嘅意見呢，政府就要做一啲嘅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呢就要作出一啲嘅修訂啊。等於剛才Alex 提到。有喺諮詢期之後，冇錯係有一個6月22號嘅所謂嘅公投，但係冇幾耐之後呢，亦都有一個以百萬計人嘅簽名嘅活動，提出另一種嘅睇法。咁所以香港嘅社會特別之處呢，就係任何時候對於呢啲咁重要嘅課題呢，我哋都係有不同嘅意見。
喺我哋提交嘅報告，包括行政長官嘅報告裏邊呢，我哋並冇完全冇去隱瞞呢啲嘅不同嘅意見。反之，我哋就將所有收到嘅意見，包括公民提名啊、三軌提名呢，悉數都係如實咁擺咗喺全國人大常委會嘅報告，交俾全國人大常委會嘅報告裏邊。全國人大常委會喺作出決定嘅時候呢，就如你剛才講喺我哋嘅框架裏邊嘅3個核心嘅元素，佢係講得好清楚。佢正正就係睇到香港嘅市民就住呢啲核心嘅議題呢，係冇一致嘅意見，係有好唔同嘅意見。咁所以就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好似剛才袁司長講咧，喺第2步作出決定嘅時候咧，就作一個規定，希望喺下一階段有咗清晰嘅規定咧，我哋喺香港就可以凝聚呢個共識，去縮窄呢個分歧，然後可以將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呢個目標咧係達至得到。咁所以我哋係好難接受各位對我哋嘅指控，話係因為我哋同埋行政長官呢係交咗一個片面啦，或者係誤導嘅報告，而令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呢係作出咗呢個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係完全理解，亦都係知道香港係有意見不同啊。而呢個理解同埋知道呢，亦都唔係單靠行政長官同埋我哋嘅公眾諮詢嘅報告，因為佢亦都有聽好多香港各界嘅意見。而喺整個諮詢期裏邊，或者係結束咗之後呢，特區政府亦都好努力嚇，或者好似你講咧，我哋盡我哋嘅責任，好努力去將一啲不同意見嘅人士呢，為佢安排一啲嘅會面嘅基礎，等佢哋能夠直接將佢哋好唔同嘅意見，包括要廢除功能組別啦，或者係要更加民主嘅所謂嘅提名嘅方法咧，直接向我哋中央負責政改嘅高級官員去反映嚇。呢個包括喺4月份呢，就行政長官安排咗所有議員去上海見呢啲高級嘅官員，裏邊仲有一節咧係特別俾泛民嘅議員呢，同呢啲官員呢喺度會面，亦都包括喺香港呢，我哋亦都安排咗中聯辦嘅張曉明主任呢，係同泛民嘅議員嘅會面，亦都係包括喺深圳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先生呢，亦都係同我哋香港立法會議員去見面，而其中亦都係有一節呢，係單單同泛民議員嘅會面。咁所以我哋不但止冇去隱瞞呢啲嘅不同嘅意見，我哋反之係製造咗唔少嘅機會，係俾我哋國家負責呢個政改嘅官員呢，能夠親自去聽到呢啲嘅意見。但係佢聽完意見之後，佢都要為呢個咁重大嘅事考慮到國家各方面嘅情況咧，而作出呢個決定嚇。咁所以由於我哋並唔同意你嗰個立論嘅基礎，話我哋係交咗一個誤導嘅報告，咁所以亦都唔存在咧，我哋去做另一個報告去交俾全國人大常委會，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修訂佢喺8月31日嗰個嘅決定。但係我不須不承認嚇，喺呢過去1個月，先由各位即係發起嘅罷課，以至到佔領嘅行動咧，係發生咗一件大事。香港呢一類型嘅社會運動咧，呢個係一個相當大規模嘅社會運動，影響亦都係非常之深遠。當然包括我剛才喺開場白講嘅一啲好負面、影響民生、影響生計各方面嘅負面嘅情況。咁所以我哋係願意係考慮咧，就向中央係提交一個報告嚇，就將喺8月底之後，按住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嘅決定，喺本港發生嘅事表達嘅訴求，或者係嗰個嘅關注咧，以呢種報告嘅形式咧，交付俾中央。而一個最對口嘅單位去交俾中央咧，就係國務院嘅港澳辦，因為佢就係處理香港嘅所有嘅事務。咁所以我哋係願意去做呢一步。咁交咗呢個報告嘅時候咧，各位喺呢一段時間裏邊表達嘅關注同埋表達嘅意見咧，就能夠透過特區政府咧係直接交到去中央嚟到俾佢哋去作為一個參考嘅嚇。呢個亦都係我哋希望今日咧就住呢個嘅會面，我哋作一個嘅回應嚇。好，譚局長唔該。咁跟住就袁司長嚇。
多謝校長。我想回應兩點。頭先各位提嘅有兩點嘅。第一點咧就係Nathan 提到咧，就2年多前嘅特首選舉，何俊仁先生咧，佢只係得到百幾票咁樣。咁咧就呢個都係客觀嘅事實嚟嘅。咁另外一個客觀嘅事實咧就係當時咧喺社會上有好多外邊嘅學術機構嘅民調咧，一直都顯示當時3位嘅候選人咧，何先生嘅受到支持嘅率咧，一直都係最低個位，一直都係偏低咁樣。咁甚至當時有市民講咧話，如果係當時已經有普選嘅時候咧，其實何先生都未必算得上咁。嗱，呢個係一個。但我想帶出一樣咩嘅事咧，就係頭先我應該係回應阿 Eason 嘅時候提出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做選舉嘅時候咧，係有兩方面。第一咧就係選舉嘅制度，第二咧就係嗰個政治嘅實力嘅比拼嚟嘅。前者咧就係一個常設性嘅，後者咧係一個流動性嘅。個意思即係點解咧？即係話選舉嘅制度確立咗咧，佢係會係行一段嘅時間，咁然後咧就因時制宜地去優化啦咁。咁但係咧政治實力嘅比拼咧係流動嘅，政黨嘅支持率係浮動嘅，或者獨立嘅候選人佢得到民意嗰個嘅支持，亦都係因着唔同嘅事、唔同嘅時間有所唔同。嗱，點解我舉呢個例咧？嗱，前一次嘅即係2屆之前嘅特首選舉咧，當時咧李永達先生咧係希望可以做候選人，但係因為佢攞唔到1%嘅門檻嘅票咧，所以佢入唔到圍啦咁。但係2屆之前嘅梁家傑先生咧就有啦。咁因為咧當時嘅選舉委員會咧，佢嘅支持者咧係嘅實力咧係超過咗嗰個門檻嘅要求咁樣。同樣地喺2年幾前咧，何俊仁先生咧亦都係佢嘅政治實力喺選舉委員會咧，亦都係超過咗門檻嘅需要。嗱，門檻從來係1%冇變過嘅，政治選舉嘅制度係冇變過嘅時候，但係唔同政見嘅候選人有時個實力唔夠，有時嘅實力係足夠嘅時候咧，係可以入到閘或者入唔到閘。我想説明一點係咩咧？有好多時我哋唔好將個制度嘅設計同埋嗰個政治實力咧兩者咧混為一談。咁呢個我第一點想提嘅。第二點咧，我都完全同意阿 Nathan 所講咧，我哋係唔應該因為政治傾向係作出任何不合理嘅限制。呢個我完全同意。基本上呢個亦都係我哋認為基本法裏邊咧要求我哋係唔能夠係對任何嘅有志參選嘅人，因為佢嘅政見嘅不同咧而作出限制。大家睇到喺現行嘅區議會或者立法會選舉都冇呢一方面因為不同政見而作出限制。我相信第時去到普選行政長官嘅時候咧，呢一個同樣嘅原則咧都係喺呢度嘅。事實上，呢個原則咧，亦都係喺公民權利同埋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嘅第25條嘅開始嘅我哋叫 preamble 嗰段咧有提到，亦都係咧指涉到咧同樣嘅公約裏邊嘅第2條，講到唔應該係因為大家嘅政見意見不同咧而有所分別嚟到去做。呢個我係完全係同意阿 Nathan 所講。故此咧，我相信喺未來嘅制度設計嘅時候咧，呢方面咧係的而且確係要保障唔會因為某一個人嘅政治傾向而作出一個制度上嘅限制。另外咧就Alex 咧再次提起公民提名呢一方面嘅頭先你話係更加公平嘅提名方法。嗱，我相信咧公民提名呢樣嘢喺過往由舊年年中到而家咧，其實嗰個討論咧都唔少嘅。但係咧，我亦都同樣留意到咧，就公民提名呢一個嘅問題咧，唔係8月31號決定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基本法第45條本身設計嘅問題。我記得 Lester 講過2次，我睇過新聞，就係話你哋都同意咧，我哋嘅政治制度設計要係喺基本法嘅基礎上邊，大概嘅意思係咁樣樣。嗱，基本法咧就45條講到係要由一個提名委員會作出提名嘅。如果我哋睇翻基本法第2條嘅時候咧，就講到其實係全國人大係授權香港實行高度自治，有行政管理權，等等等等咁樣樣。咁所以成套嘅基本法一國兩制咧，就係一個授權嘅，即係話授咗權俾你咧，你就有權；冇授權就冇㗎啦。如果我哋喺成套嘅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咧，我哋睇到大概有3個階段，有牽涉3種嘅權力嘅，一種係提名權，一個係選舉權，一個係任命權。任命權咧就在乎中央，選舉權就在乎全港合資格嘅選民，而提名權咧，基本法就授權咗俾提名委員會。咁故此，如果我哋從呢個嘅憲制嘅安排角度睇咧，公民提名咧係冇辦法擺到喺45條呢一個嘅憲制嘅規定裏邊嘅。
縱使咧同學大家咧可能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理想嘅提名方法。咁但係咧就喺目前嘅基本法條文之下咧係難以嚟到去做到。咁而事實上我哋綜觀世界各地咧實行有公民提名嘅地方咧，亦都唔係咁普遍嘅。特別係譬如英國或者同英國差唔多實行議會制嘅國家咧，都係唔存在有公民提名呢一個咁嘅安排喺度嘅。咁所以咧，我諗嗱，呢個討論咧，我哋亦都唔需要調翻轉啦，唔需要作為困住我哋思想嘅一部分。我哋而家嘅眼光咧，唔一定淨係2017年。頭先主席我哋都講過，其實我哋嘅選舉制度並非係一成不變。作為一個長遠嘅大家討論嘅，亦都係可以探討嘅，我相信嚇。咁但係2017年同埋目前嘅基本法規定咧，我相信都係亦都要遵守啦。我想提咁多啫，多謝主席。OK， 多謝啦。袁司長都想補充，不過你俾袁司長補充咗，然後你哋一齊講，定係你呢邊有咗回應先呢？講咗先，好嗎？袁司長請。多謝校長，亦都多謝 Alex 讓我講先。我好簡單咁講兩句。頭先 Alex 講話，作為一個政府咧，響政改嘅問題上邊要有承擔，呢一個咧我完全同意嘅。呢個亦都係我哋政改三人組同埋其他嘅同事咧，好希望咧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正正係因為我哋要有承擔咧，我哋亦都睇到就係話，全香港嘅市民，我夠膽講咧，就係絕大多數咧都係希望喺2017年呢，係可以真係落實到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但係我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社會上邊有唔同嘅意見，有真係好唔同嘅意見。有你哋提出嘅要求公民提名，亦都有其他嘅人士其他嘅意見，亦都有人士就話我哋應該維持返現有4大界別，因為確實呢係可以呢。係保持到咧均衡參與，亦都有人提議咧，就話我哋應該睇翻當年基本法嗰個草擬嘅時候個歷史，點解會有4大界別出現呢？其實唔係內地嘅官員提出嚟，係我哋香港人自己提出嚟，係防止咧係任何一個集團或者任何一個嘅政黨或者係政治團體咧係壟斷嘅。咁喺面對社會上邊有咁大嘅分歧嘅時候呢，但係我哋時間係有限，所以作為一個承擔嘅政府呢，我哋應該呢係喺我哋而家喺有限嘅時間，而家2014年10月到2017年嘅年頭，我哋要進行普選嘅時候，喺呢個有限嘅時間裏邊，我哋要盡量做到我哋認為可以令到香港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嘅工作，而呢一個嘅工作，其中一個嘅方法一定係根據8月31號人大常委會呢一個基礎去進行第2輪嘅政改諮詢，同埋往後需要嘅本地立法。若果我哋唔係咁做呢，我哋就對唔住香港，仍然係希望可以喺2017年進行普選，或者容許我舉一個例，或者打一個比喻。呢個比喻可能唔係100%，唔係100%吻合，但係可能亦都咧係可以作為參考。今日大家講緊最低工資，係講緊應該由30蚊加到去32個半啦，定係36蚊啦？若果當年大家響討論最低工資嘅時候，已經一開始就話冇50蚊一個鐘呢，我唔會要最低工資嘅。若果當年有人採取呢一個步驟，我相信今日仲會唔會有最低工資呢？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呢，我哋響處理一啲富爭議性嘅事件嘅時候，我哋好似頭先譚局長咁講，我哋作為政府呢，我哋作為一個承擔嘅政府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就係我哋要睇唔同人士就政改呢一件事嘅意見。我好明白大家係好希望追求民主，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喺追求民主嘅同時呢，亦都係意識到民主呢係要多元化，亦都要係尊重其他人就同一件事，特別係政改方面呢啲大是大非有唔同意見呢，亦都需要呢係作為讓步。亦都最後希望可以講嘅就係話，正正係因為我哋應該作
應該對呢個政改有承擔。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好似頭先林鄭司長咁，我哋願意呢係響5部曲呢一個嘅框架以外，係提交一個呢係反映香港情況嘅報告。同時呢，我哋希望係兩手準備，亦都希望呢係可以呢，我哋政改嘅工作係往下一步走，唔希望呢係因為而家有嘅事情窒礙咗我哋普選嘅工作。因為喺呢一個社會，我明白有好多嘅學生，有好多嘅人士，而家喺金鐘、喺旺角、喺度進行緊佢哋嘅活動。呢個我哋完全理解，我哋亦都呢係知道佢哋嘅訴求，但係希望大家都要知道，就係唔響旺角、唔響金鐘嘅地方，好多坐響屋企嘅，佢哋都好希望2017年可以有普選，佢哋唔會堅持一定要有公民提名先至要普選，亦都希望大家呢要考慮要兼顧呢啲人嘅意願。若果唔係呢，就口講民主，但係實行嘅呢就唔係民主。我都希望大家呢係諗清楚呢一方面嘅事情。梁拓，OK， 梁拓先好嘛？我會簡單咁樣用少少時間去即係同司長同埋咁多位觀眾去即係解釋翻一啲好基本嘅問題啦。然之後周同學佢會回應一下即係剛才司長提出嘅一啲實際上嘅建議啊咁樣啦。咁就住頭先所講，我哋絕對明白即係政治係非常之多元，而政府去做呢個諮詢報告嘅時候係要考慮多方嘅意見，但係關鍵就係其實有好多嘅例子都顯示咗呢一份諮詢報告並冇實行到呢一個功效。例如喺唔同嘅民意調查入邊，包括一啲建制團體做嘅民意調查，都指出有70%嘅受訪者係想特首候選人可以多於3位。咁點解喺諮詢報告入邊會引導咗人大常委作出2至3個候選人呢一種嘅決定呢？咁呢一個我相信係即係必須有一個好明確嘅交代。而就住頭先提到就係呢一個公民提名嘅問題啦，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政府去回應公民提名已經係斬釘截鐵咁樣講話，基本法入邊咧佢係唔係合法嘅、唔合憲嘅。但係就算呢一樣嘢，其實大律師公會都曾經講過好清楚，就係有一啲我哋明知道佢係最民主，能夠體現得到市民可以有民主選擇嘅方法，而市民亦都對於佢有渴求嘅話，其實政府係應該要貫徹公眾嘅期望，而唔係用法律去嘗試挫敗公眾。咁對於呢一樣嘢，其實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冇聽過政府係真係用一個政治嘅角度去話俾我哋聽呢一樣嘢到底政府係點樣去睇，或者到底民意之中對呢一個公民提名政府係會點樣去回應。而剛才亦都不斷咁樣政府會提到就係呢一個提委會佢應該要有一個嘅權利啦，一個權力啦。但係到底基本法第45條入邊都有清楚咁樣提到係必須要按民主程序去產生呢一個嘅前提底下，其實一個提委會佢體現公民提名底下市民去選擇出嚟嘅候選人，呢一種係一種體現民主嘅一種方法嚟。係咪即係佢係按民主程序？係咪即係佢係符合基本法呢？如果我哋單純由呢一個角度去唔接納公民提名，或者唔接納一啲體現到民主程序、一體現到呢啲民主選擇嘅方法嘅話，係咪有一個合憲嘅做法呢？咁我諗呢幾點其實係即係政府必須要公開咁樣去作出一個交代。繼而喺4大界別嘅位置上面，其實剛才袁司長提到佢係香港人主動提出嚟嘅，但我哋都好清楚，而家立法會都嘗試係摒棄緊呢一種用界別去作一個單位咁樣嘅一種選舉制度嘅時候，其實亦都好清楚，我哋而家要實行一個真正嘅民主制度，點解係要行翻轉頭、行翻回頭路去堅持一個4大界別呢？甚至係而家中央都講緊係可參照4大界別嘅時候，其實點解我哋咁輕易會容許佢行翻一個回頭路呢？其實呢一幾點，我相信即係都必須要一陣間政府官員係作出一個詳細嘅回應。OK， 我想請阿周永康同學發言之前，我想跟進一下。頭先你講嗰個2至3咧，你覺得係即係唔合理啦？咁我哋同學嘅意見係要加到3到4，係咪你就覺得滿意呢？定係你覺得應該完全冇上限嘅？我想聽聽呢方面大家意見。剛才嘅發言呢，其實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就係政改嘅諮詢報告冇如實反映到市民嘅意願。呢一個就係我剛才提到呢一個民意調查嘅一個主因。咁我希望即係政府官員可以喺呢一點上面去清楚回應，到底佢點樣切實咁樣多元反映緊民意。都想再跟進，係咪學聯喺呢個人數方面冇一個立場呢？定係你有立場但係未講出嚟？
校長，我建議呢個答案咧就俾翻官員去回答，因為民調嗰方面啦，除咗話即係一啲港大嘅民意研究中心或者一啲建制派政黨，其實佢哋做緊民調嘅時候，其實嗰個候選人都唔係2至3名咁少嘅。咁校長有時間都可以睇一睇即係相關嘅民調。咁樣另外一方面，其實我係想跟住一下即係啱啱司長提過一份報告，即係我哋喺近日嘅報章上面其實政府都有放過風聲出嚟，其實有機會係寫份報告俾即係人大。咁但係一個問題，我相信喺呢度嘅同學或者係出邊唔同佔領區嘅香港人，佢都有一個疑問，就係份報告有乜嘢實際效用呢？係唔係能夠調整到人大嘅框架呢？或者調整到未來政改嘅方向呢？包括立法會功能組別嘅存廢，或者大家啱啱一直喺度討論嘅公民提名呢？因為啱啱啊，即係局長啊或者司長其實都有提過，就係基本法第45條，咁佢就規定咗即係提委會有嗰個提名權啦。咁但係有一個即係好基本嘅問題，其實好想問，就係法治本身就係保障大家嘅公民權利，而唔係即係肆意限制。究竟而家我哋嘅法律法治係一切權力歸於提委會啊，定係歸於人民呢？呢個係真係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問嘅一個問題。而啱啱即係司長又話到基本法第45條，佢規定咗提委會提名。咁但係基本法法律唔係可以修改嘅咩？如果佢係公義嘅法律嘅話，點解如果政府認為基本法唔合憲嘅話，何以唔提出修改基本法呢？呢個我相信都係社會一直以嚟去問緊政府嘅一個問題。而另外一樣嘢其實好想提出嚟嘅就係我哋唔知道其實究竟當局政府港府嗰份報告有啲乜嘢效用。而繼之言，我諗相信就係喺廣場佔領區上嘅人，亦都想問嘅一個問題就係報告似乎係一個問責式嘅報告，咁但係下一步嘅實際行動呢，係咪有時間表或者路線圖俾到香港人見到未來嘅政制改革方向係點樣發展？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8月尾9月頭嘅時候，有一批立法會議員，佢哋都已經係即係公開講過話，即係如果嗰個政制係朝住呢個方向發展，大家可以預計就係出年3、4月提請上去立法會嘅方案都必然被否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個5部曲，如果純粹政府認為係行完就完成咗佢嘅憲制責任，呢個係咪香港人期望嘅呢？當香港人有咁多唔同嘅聲音，其實都認為其實政府係可以回應喺佢能力範圍之內嘅時候，咁政府喺當下就住當下嘅政制爭議，有冇一啲可以即時解決到嘅問題嘅解決方案？OK， 我哋請譚局長回應。多謝啊，校長。我先回應一點係Yvonne 提出嚟關於基本法45條嘅民主程序，或者我講下我自己嘅構思咧，就係當我哋去落實呢個特首2017年普選嘅時候咧，如果假設我哋係用呢個提名委員會提名，然後一人一票普選，喺嗰個民主程序呢4個字咧，有啲咩仲可以發揮嘅咧？咁樣。我相信喺第2輪諮詢咧，如果我哋從3方面嚟到去試下再充實呢一個嘅所謂民主程序咧，我覺得都係有意思嘅。第一個係咪可以容讓有志參選嘅不同政見嘅不同背景嘅人士係盡量可以俾到佢哋落場參選咧？咁樣包括即係所謂入場嗰個嘅係咪可以用一個寬鬆嘅處理咧？咁呢個咧，我相信係其實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民意嘅表達啊！民意嘅表達嘅意思咧，即係話縱使喺提名嘅階段係未進入到一人一票選舉嘅時候，但係畢竟咧幾百萬嘅市民咧，係咪可以佢哋對有志出嚟參選嘅人，佢哋嘅意見、佢哋嘅傾向、佢哋嘅愛好係點樣樣？係咪可以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嘅渠道嚟到俾民意嚟到表達，亦都令到提名委員會作出提名嘅時候咧，係可以係將呢個市民嘅意願咧，都成為佢哋決定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咁呢個民意嘅表達。第三咧就係民意嘅監察啦。民意嘅監察咧，我相信就係喺嗰個提名程序嗰個嘅透明度咧。個提名委員會點樣嚟到去交代翻佢哋處理嗰個提名嘅時候一啲嘅咩嘅考慮咧等等咧，相信喺呢個民意嘅監察方面咧，我哋希望從呢個第3方面咧都係入手嘅。咁而呢3方面咧，我希望喺第2輪嘅諮詢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同社會各界咧進一步探討。我相信如果可以將提名委員會嘅提名程序從呢3方面咧充實個民主程序咧，我相信係都係唔少市民係願意係見到嘅嚇。咁我補充呢一點。多謝。學聯呢邊有邊位同學想發言？
OK， 唔好意思。我有少少林鄭司長回應啫嚇，就因為阿 Yvonne 同埋阿 Alex 都提到，即係話喺個諮詢報告嘅裏邊咧，我哋好似係有引導性咁話俾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咧，個主流嘅意見咧係行政長官嘅候選人咧係2至3人。咁呢度必須要澄清嘅。事實上喺行政長官嘅報告同埋我哋嘅公眾諮詢嘅報告裏邊咧，我哋嘅講法就係話，因應過去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數目大致都係2至3人左右，有些意見提議可以將候選人嘅數目定為2至3人，但亦有部分意見咧係提出其他嘅數目。咁所以嗰個處理呢啲民意收集咗嘅方法咧，仍然係將大部分嘅意見咧，我哋都係如實咁寫出嚟。最重要咧，我哋亦都係將所有嘅意見書咧，亦都係悉數原本咁交俾全國人大常委會嘅。咁所以並不存在咧，我哋有任何引導係令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喺8月31號作咗嗰個決定。喺我哋個諮詢裏邊，真正能夠我哋話係普遍都有呢個意見咧，其實就係以下呢幾點嘅啫。頭先阿袁司長都講咗啦，就係市民普遍真係好希望喺2017年呢能夠做到1人1票去選特首。市民亦都認同咧，喺做普選行政長官嘅時候咧，要按住基本法同埋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嘅解釋同埋決定嚟到做。市民亦都同意咧，就係如果能夠做到普選行政長官咧，對於香港未來嘅管治啊，對於我哋嘅社會經濟發展咧，都有正面嘅作用。咁呢幾個正正咧就係反映絕大部分市民嘅意見。喺其他嘅議題裏邊呢，我哋只係話有收到好多重大不同嘅意見，所以亦都係全國人大常委會點解好似我頭先所講呢？與其有呢啲嘅問題，呢啲咁核心嘅問題呢，繼續係意見紛紜，而不利於嗰個政改嘅5部曲繼續行落去呢，佢喺第2步呢就要作出一個明確嘅規定。咁所以就嗰個意思咧係咁樣樣嘅。至於公民提名，我哋有咩回應呢？呢個要睇從嗰個法律同埋政治上咧，都係不可行嘅。喺法律上，頭先Raymond 已經講咗啦。喺基本法45條裏邊咧，唯一有實質提名權嘅咧，係呢個提名委員會，係冇其他嘅方法咧可以做到呢個提名嘅。喺政治上，事實上，我唔知各位同學喺做呢個政改嘅討論嘅過程，有冇機會同一啲譬如建制派嘅議員呢，亦都見過面啦，亦都聽過佢哋嘅睇法。我相信如果而家要將呢啲公民提名嘅意見喺今日嘅立法會去攞到2/3嘅通過呢，亦都係不切實際嚇。同樣地，如果你話既然45條唔能夠包容公民提名，咁可唔可以修改基本法呢？大家都知道啦，基本法頒布咗超過24年，喺回歸之後都行咗17年，係保障咗我哋享有我哋各種嘅權利，亦都保障咗香港咧係可以繼續繁榮穩定。呢個咁嚴肅嘅憲制性嘅文件呢，係唔可以隨意講修訂。同樣地，亦都喺憲制、法律、政治上呢，我覺得任何而家去提修訂嘅基本法咧，根本解決唔到現在嘅問題嚇。我哋現在嘅問題咧，就係希望能夠推進香港嘅民主發展，能夠達至2017年咧去普選行政長官。而呢個喺基本法咧已經係俾咗我哋嗰個嘅安排，而家係俾我哋咧要具體嚟到落實。最後咧就係提到我剛才提出嘅一個報告，我哋認為咧呢個應該係一個民情嘅報告，係重點去反映喺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咗呢個決定之後咧，香港嘅民情係乜嘢嘅一回事？咁當然咧就係有好激烈嘅意見啦，亦都有好大嘅關注，從而係有唔同嘅行動啊、運動啊咁樣嚟嘅發生。咁所以某程度上你可以話咧，我哋亦都係認為佢對於日後嘅香港嘅政制嘅發展咧係有一個即係幾好嘅參考嘅價值。我希望大家記得啦，我喺開場白講嘅時候咧，就係話2017年咧唔係一個終極或者一個終局嘅方案嚇。喺2017年，我哋如果能夠順利行完5部曲咧，我哋喺2017年以後或者2017年經普選嘅行政長官咧，佢係可以按住香港實際情況，按住當時嘅民情嘅民意咧，再次去啟動呢個5部曲，為2022年呢個普選行政長官咧，做一啲需要做嘅完善嘅工作。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喺整個政制嘅過程裏邊，如果有任何係重大嘅民情嘅民意，亦都將佢記錄咗落嚟，亦都俾中央能夠從特區政府嘅手中收到呢個報告咧，將有助於我哋往後繼續推進民主呢個過程嘅。咁喺呢度或者亦都多講一點咧，近日我亦都聽到即係社會上有人提出就既然政改咁複雜咁多爭議，與其去到一個好關鍵嘅階段，好似而家咁咧，嚟到有咁大嘅爭議、咁大嘅紛爭，係咪可以構建一個多方嘅平台，嚟到等大家花多啲嘅時間，用多啲嘅耐性咧，嚟到盡量可以收窄分歧，建立一個好啲嘅共識。咁特區政府覺得咧，呢個意見咧係值得大家咧一齊嚟到去思考嘅。咁所以既一方面將今次事件發生嘅民情將佢記錄落嚟，另一方面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夠思考係咪應該有一個多方平台，亦都可以多方平台，亦都可以參考呢啲民情嘅報告咧，做下一階段有關香港政制發展嗰個嘅討論。袁司長係有補充係咪？我希望個時間掌握好少少，因為我哋跟住39分咧就要俾呢個學聯做一個開始做總結，好嘛？係，多謝鄭校長，我好快嘅啫。想澄清主要兩點。第一咧就係頭先 Yvonne 咧係講民主程序，就我想指出一點咧，就係曾經有人話因為45條有民主程序，所以咧45條可以被理解為咧係容許公民提名。我希望指出咧呢個觀點咧，響理解45條嘅時候咧，我哋係唔認同，我哋認為係錯嘅，因為民主程序係形容呢個提名委員會嘅提名嘅程序，我哋唔可以話我哋撇開提名委員會，單純用民主程序嚟到去提名，咁樣係唔可能，亦都係咧係違反咗45條，因為好似頭先譚局長咁講，45條下邊唯一有實質權力去進行呢一個提名嘅咧，就係提名委員會。第二咧就係Alex 講就話法律係我嚟保障人嘅，唔係我嚟限制人嘅。呢一點我完全同意。響一個憲制嘅情況之下，響我哋嘅基本法，包括45條，其實都係保障香港，保障香港點樣可以咧穩健長遠咁樣發展。而當年呢，大家係決定咗用45條呢一個嘅模式，或者有人士包括可能周同學或者Alex 你或者其他Lester 你哋，可能對45條嘅內容有唔同嘅意見，呢個我可以理解，因為唔同嘅人對一條法例可以有唔同嘅理解，所以亦都衍生到話點解會有修改基本法呢一個嘅建議。呢度頭先林鄭司長講咗，我唔再多講，我唯一想希望講嘅咧就係話，希望大家都睇睇響基本法咧，如果要修改基本法嘅話咧，相關嘅條文係基本法第159條裏邊嘅要求咧，裏邊嘅門檻咧，比基本法附件1第7條或者行5部曲去修改行政長官嘅產生辦法咧，係更加高。換言之咧，響香港要做到可以符合基本法第159條修改基本法嘅要求咧，係更加難。特別響而家香港呢個社會有咁唔同嘅意見咧，我相信咧冇乜可能響由而家到2017年之前咧係可以做得到咧係修改基本法。所以翻轉頭，若果我哋希望真係可以完成到絕大部分香港人嘅心願，可以響2017年係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嘅話咧，修改基本法咧，我認為現階段唔係一個務實嘅諗法。多謝校長。喂，袁司長嘅時間掌握得非常之好。嗱，跟住落嚟嘅時間咧有限，就得以20零分鐘啫。所以我想首先請呢個學聯或者係周永康同學係咪做呢個總結咧？10分鐘咁，請掌握個時間，掌握都好少少10分鐘。OK，羅冠聰唔該。係其實就有2點想補充嘅啫。第一，
我哋都係喺度係希望政府係給出一個時間表，因為而家見到政府嘅管治危機就係因為政府嘅管治威信咧係受挫，並且係好多市民係唔信任政府。再加上喺今日梁振英特首佢就講過一個令人幾匪夷所思嘅説話，就係話唔應該俾1.4萬月入以下人士有平等選舉權呢樣嘢咧，其實就已經對政府嘅管治威信咧受到好大嘅質疑啦。咁所以咧喺呢個點咧，亦都係想政府。我哋坐低都係想希望解決問題，咁大家咧亦都係給出一個明確嘅時間表，我哋一齊去解決而家呢個政治危機。第二就係講緊修改基本法嘅問題。嗱，頭先阿司長就話呢個係一個隨意嘅決定啦，但係我想講嘅就係，sorry， 應該話呢個係一個好嚴謹嘅決定嚟嘅，而呢一個嚴謹嘅決定咧係要經過好慎重嘅考慮。同埋一個好嚴謹嘅一個狀況之下先可以做到，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而家香港嘅問題就已經係到呢一個狀況。我哋見到有20萬人公民抗命上街，亦都見到有年輕嘅人係甘願冒係子彈嘅威脅，亦都係上街希望爭取呢樣嘢。所以我想講嘅就係修改基本法呢樣嘢係可行並且係有迫切性，而亦都希望政府係有政治嘅魄力。唔係因為困難就唔去做，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俾人教就係有困難就要迎難而上，覺得正確、覺得有迫切性嘅嘢就要去做。咁所以都希望政府係給出時間表，並且係有魄力去處理呢個政治危機。咁仲有OK， 首先鍾耀華同學，咁跟住就岑敖暉同學，好嗎？啱啱即係司長講過咧，就係話呢一個方案有好多人建制派議員好想去落實，咁咧就我哋嘅建議咧好難咧係喺立法會通過成為一個即係被通過一個方向。咁我想講一點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已經有好多嘅議員咧係講過咧，佢哋係會喺呢個框架底下係會喺立法會嘅投票入邊咧去否決呢一個方案。咁我都清楚明白就係如果而家呢一個政改嘅方向咧，係繼續沿用人大嘅落閘三閘方向，而冇一個實際嘅改變、實際嘅回應我哋具體嘅訴求嘅咧，其實咧呢個咁樣嘅方向，呢一個咁嘅政改嘅方向咧，同樣係會被否決嘅。咁喺傾咗咁耐啦，其實我相信坦白講，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會好頗為失望，因為個官員咧所講嘅唔同嘅意見咧，其實喺過往2年咧，其實都耳熟能詳。大家係聽過呢啲咁嘅語言嘅修辭，呢啲咁嘅修飾辭令，但係大家係明白官員係喺度遊花園，亦都明白咧其實係冇直接處理到今天嘅問題。啱啱講過民主係尊重多元嘅意見，但係正正就係官員們喺呢個尊重睇唔同嘅意見嘅時候，係冇將一群好大群嘅意見係納入你考慮入邊傾斜，因此佢哋今天先要走出嚟話俾司長聽，我哋係對呢一個政府所理解呢一個方案好不接受。民主正正係唔同階層嘅一個體現，大家唔係一個精英喺度決策、喺度玩弄嘅一個東西。我哋可以睇得到今次嘅運動入邊，其實係意見係分層，亦都係唔同階層嘅朋友真正喺街頭上面實踐民主。呢一個比起官員們喺今天所諗空談嘅只係一個選票式多選票，然之後仲佢話呢個係要袋住先嘅民主咧，係更加進步。我相信我哋都係好希望政府係可以提出個方向。實質嘅解決嘅方法，去解決現時大家對呢一個2017年嘅規限，就係特首選嘅規限嘅一個方法。否則嘅話，我相信街頭嘅市民係好難，亦都係全港嘅市民係好難去接受。我哋今日嚟係將唔同嘅意見、市民唔同嘅意見係帶進嚟俾你哋。呢一個並唔係你哋嘗試說服咗我哋嘅時候，市民係散去。最終政府係要面對全香港嘅市民，係要將唔同嘅市民都放置落去呢一個政改嘅一個討論方向入邊。咁我哋最後就岑敖暉同學有4分鐘到，好嗎？跟住就係各位司長局長，我估今時今日呢一個政治嘅局面，或者街頭點解咁多年輕人或者咁多香港人出嚟，其實原因得一個，就係好簡單，就係特區政府或者係人大8月30號嘅決議扼殺咗香港人嘅未來，扼殺咗香港人爭取咗30年嘅民主夢，所以先至要咁多人企出嚟，先至有咁多人無畏無懼咁樣堅守24日。但我哋見到呢一個對話本身，我哋嘅期望就係希望政府係切切實實攞出承擔、攞出魄力去面對呢個政治問題。但係傾咗1個鐘頭45分鐘，我哋只係接收到一個訊息，就係政府希望我哋
依然係袋住先，依然係繼續沿用接受以往人大框架，依然係接受現有我哋即係反對或者係不同意嘅東西。政府不停咁樣叫學聯嘅同學或者係叫街頭嘅市民作出讓步，我好想喺呢度問一個問題：唔通香港人或者年青人作出嘅讓步仲唔夠多？咁多嘅年青人讓出時間、讓出學業、讓出佢哋嘅精神，甚至我哋願意被捕，願意讓出佢哋前途，甚至係會讓出我哋未來嘅自由去坐監。為嘅只係一件好卑微嘅東西，為嘅只係一件好簡單嘅東西，就係我哋可以享有一個平等、一個好基本嘅政治權利，一個提名權、一個選舉權、一個被選舉權。但係得到政府嘅回應咁多日以嚟，得到政府第一個回應就係依然希望我哋袋住先，依然希望我哋就係接受現有框架、接受現實，執嘢返屋企，繼續我哋嘅生活。呢一個我相信係除咗我哋呢度5個人，亦都係好多年青人，整整一個世代嘅人，整整一個世代被催淚彈、被8月30日人大決議喚醒嘅一個世代不能夠接受嘅東西。政府喺冇任何作出讓步嘅情況底下，你點樣可以叫我哋走？好多人都同我哋講話，我哋係被時代選中咗嘅細路，我哋係被時代選中嘅學生。但我相信同樣嘅説話係依然適用於幾位特區政府嘅官員，你哋先至係被時代選中咗嘅官員。究竟你哋係可以作為一個有承擔、有魄力、有擔帶、好打得嘅官員去推進香港民主政制，抑或你哋幾位嘅特區政府嘅官員係會成為扼殺香港人未來、扼殺香港人民主政制嘅千古罪人？我相信呢個選擇並唔喺我哋，而係喺幾位官員，而係喺司長，而係喺梁振英特首呢一度。我仲有少少時間，不如揾阿周永康同學再補充。嗱，最後2分鐘至3分鐘，好嗎？好多謝校長。我相信喺唔同廣場或者佔領區嘅香港人，其實好多人其實佢爭取民主爭取咗30年。由80年代我哋講話呢個中英談判，到呢個民主回歸，到97呢個主權移交，其實大家都渴望就係民主制度。你除咗投票上面一人一票，提名上面每個香港人都希望真係可以自由選擇到自己心目中嘅特首候選人，呢個先係真正係體現到佢哋有權利喺呢個地方度成長同埋生活。啱啱司長或者局長其實都有提過，或者啲同學其實都提過，就係政府其實當下係面對緊一個非常之嚴峻嘅認受性或者管治危機。喺街頭上面有幾十萬人，佢哋唔願意返屋企，唔願意散去嘅時候，其實呢個政府仲可以管治到香港。如果個民主制度都依然係朝咗一個小圈子嘅改革方向，未來其實呢啲事件只會一而再、再而三重現。啱司長有提到話一啲解決嘅方向，話有報告、有委員會。我諗好多朋友或者好多香港人都會想問，就係佢實際上有乜嘢效用？佢有乜嘢時間表喺路線圖可以俾到香港人見到？香港政府係真係希望同香港人行埋呢條民主路，話到俾佢聽，一步一步，我哋點樣將香港人嘅民主政制意見納入去政制改革方向裏邊？我相信好多香港人依家都未得到嗰個答案。頭先我有提到話人大，我哋要配合人大嘅決議，但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會問，就係香港政府都經常俾人質疑認受性嘅時候，其實好多港區人大佢哋本身嘅認受性或者代表性都非常之受到香港人嘅質疑。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要香港人硬食一啲咁樣嘅決議，呢個係關乎尊嚴嘅問題。啱袁司長有提到話，即係最低工資，大家都會希望袋住先，咁可以再改革。但係最低工資你起碼30蚊，大家普遍社會會覺得你尊嚴上邊獲得最基本嘅保障。但係喺政治權利上邊，當我哋係唔平等嘅時候，點樣寄望香港人會覺得佢哋嘅政治權利係受到最基本嘅保障？我諗最尾我想講1、2樣嘢，就係喺呢30日裏邊，其實我哋喺街頭上面見到唔少嘅人有老中青，特別喺旺角街頭，其實我遇到一個學生，我同佢嗰次對話，其實我都好觸動我自己，亦都係覺得好悲涼嘅。因為嗰係個夜晚，我哋喺街頭上邊，大家佔領旺角，嗰個學生同我哋講話，佢行得出嚟旺角，佢就預咗中子彈。
呢個時候我真係想問政府一句，或者問我哋社會一句，究竟係乜嘢嘅社會、乜嘢政府逼到新嘅一代，佢係願意承擔住、甘願承受食子彈嘅風險，都依然要行上街頭爭取民主？我相信呢個唔係一個健康嘅社會發展，亦都唔係一個有承擔嘅政府佢應該造成嘅局面。我知道梁振英佢本身佢自己有好多嘅圖謀，佢自己經常都會受到泛民或者建制裏邊嘅批評，佢冇認受性，我哋係同意嘅。但係政府裏邊依然有好多嘅官員，我哋好期望佢作為香港人嘅官員，係真係可以提出佢嘅氣魄，攞出佢嘅承擔，為香港人真係爭取到民主政制。我相信當下官員嚟緊，大家做嘅決定係會決定究竟特區政府係民主嘅英雄定係歷史嘅罪人。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拭目以待。拉尾一樣嘢，有啲司機佢話路上邊有堵路，但係佢哋都願意俾啲香港人繼續去堵路，因為佢哋見到真正嘅核心問題就係我哋政府內部有一啲嘅政府官員係更加寄望去堵塞我哋嘅政制改革方向，令到我哋香港人下一代係唔能夠再行上一條康莊大道。我哋好希望香港政府唔好成為我哋香港人民主路上邊堵路嘅嗰個政府，而係真係會幫我哋拆下路障，帶領香港人真係引領到民主改革喺香港呢個地方植根。多謝周同，嗱而家就請政府呢邊就做一個總結啦。林鄭司長。好啊，我喺正式作總結之前呢，都要回應關於幾點嘅。第一呢，就係我哋明白8月31日嘅全國人大常委會定出嘅框架，可能同某啲人士佢心目中嘅普選嘅理想呢係有一段距離嚇。但係有陣時淨係有理想都唔得嘅，我哋都要從嗰個現實或者嗰個實際嘅出發。喺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哋係一個一國兩制之下，咁所以符合憲制嘅要求呢係非常之重要嘅。而事實上，即係我真係唔明白阿 Lester 點樣可以形容8月31號嘅決定咧係扼殺民主。其實8月31號嘅決定就令到我哋可以喺民主嘅進程行出歷史嘅一大步嚇。我哋已經反覆講咗啦，由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變成可以越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去選出自己嘅行政長官，呢個唔係一大步嘅民主進程咩？但除此之外，我哋2017年如果能夠做到呢個普選行政長官，政制仲要走落去嘅喎，係嘛？馬上要面對呢，就係2020年嘅立法會全體議員都要由普選產生嚇。跟住，如果按住香港實際嘅情況，社會嘅民情民意、各位嘅訴求，我哋亦都可以再次探討2022年嘅行政長官選舉嘅方法應該係點樣樣。呢一條一步一步行出嚟嘅路呢，我覺得係符合香港而家嗰個實際嘅情況，亦都係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嘅。至於所謂嘅平等嘅選舉權，我諗阿 Nathan 可能聽錯咗，行政長官係冇話收入少於某一個銀碼嘅人呢係唔應該有選舉權嚇。所以喺今次做到普選行政長官呢，500萬合資格嘅人呢就係一人一票，呢個選舉權呢係普及同埋平等嘅。呢個亦都係好多人時常掛喺口邊嘅國際嘅標準嚇。另外一樣嘢呢，我都必須要為我哋嘅香港警隊呢係作一個澄清。幾位發言嘅時候呢，都或多或少呢就係用咗一啲形容詞，想俾人一個印象。今次嘅運動呢係受到即係我哋嘅執法部門嘅打擊嚇，但事實上，大部分嘅市民，起碼我接觸到、我聽到、我睇到一啲嘅意見嘅表達呢，都係覺得今次我哋嘅執法部門，主要係我哋嘅警隊呢，係非常之克制。佢哋嘅克制嘅原因，亦都係出於對於學生嘅關懷。佢哋希望以一個和平嘅手法呢，可以等到學生自己撤離，而唔需要採用最低嘅武力呢嚟到去處理今次其實係一個違法，係一個實實在在徹底嘅違法嘅行為。咁所以即係近日我哋嘅警隊嘅同事呢，已經係承受咗好多壓力。我希望各位同學呢，喺日常接觸中，其實我哋嘅警察亦都係非常之愛護你哋大家。我曾經睇過一幅相，係有2位喺金鐘嘅警務人員當值嘅，就同2位喺度示威嘅女孩子咧喺度傾偈。其實呢啲係
我哋警隊用咗最大嘅容忍度、最大嘅包容，先能夠可以睇出呢啲咁嘅場面。咁所以我希望第一，我當然希望呢件事能夠盡快能夠結束啦。否則嘅時候，我希望喺日後嘅日子咧，大家都應該即係以一個公道啲嘅態度咧嚟到去即係處理你哋同警察嗰個嘅關係啦。今日能夠喺呢度同學聯嘅同學進行就嚟2小時嘅交流嘅對話咧，我覺得對我哋嚟講，我希望各位同學都會有啲感覺咧，都係一個有建設性、有意義嘅嚇。大家亦都係心平氣和，都冇出過任何火花，需要校長嚟到去介入，嚟到去調停啦。我哋對於我哋嚟講咧，今日我哋係好直接、好清楚咁聽到同學嘅全面表達咗你哋對香港民主發展同埋訴求。我亦都好高興咧，就你哋亦都係以一個幾耐心咁聆聽我哋對於你提出嘅議題嘅一啲嘅解説。我期望呢一次嘅會面呢，唔係唯一嘅一次啦。我哋隨時都希望能夠有更加多嘅機會呢，係同大家可以溝通同埋交流嘅。喺10月2號俾我嘅公開信裏邊呢，各位同學係用過一句而之後亦都喺唔同嘅場合用呢個口號，就話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但係我必須要重申呢，好似我剛才講，香港係國家嘅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喺香港嘅政治體制嗰方面呢，係有憲責上嘅權同埋責嘅。咁所以行政長官佢由於佢嘅憲制地位係咁特殊呢，佢既要向特區負責，亦都要向中央政府嚟到去負責。咁所以去普選呢位行政長官呢，整套嘅程序一定要係非常之審慎咁嚟到去進行。基本法就住行政長官產生嘅辦法，包括係需要由唯一有呢個實際權嘅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嘅候選人，然後喺普選之後再由中央人民政府嚟任命，係一個好清晰嘅規定嚟嘅。所以我雖然大家好似對我哋今日嘅回應係有啲失望，但係我哋作為負責任嘅官員呢，係必須要指出我哋係要按照住基本法嘅規定嚟到去做呢個工作，否則呢，只會走冤枉嘅路，浪費咗時間，或者最後呢係原地踏步嘅。最近我哋聽到好多朋友同我講，就話佢哋好擔心香港而家個現況。點解咁講呢？因為香港一向好重視嘅法治嘅精神呢，好似係受到一個嚴重嘅衝擊。香港人應有嘅公民態度，好似係互相尊重啊、求同存異啊、理性嘅務實，亦都好似係不知不覺咁咧係被淡化咗。亦都有人話咧，香港嘅社會咧係被撕裂，人際嘅關係咧係越嚟越緊張。所以我哋而家睇到嘅運動，其實同當初即係倡議者話係一個愛與和平、非暴力嘅目標咧，已經越行越遠。剛才 Alex 提到旺角，我都要提醒一下咧，就係從警隊嘅評估咧，其實旺角而家係一個非常之高危嘅地方，甚至連張超雄議員咧，佢都形容咧喺旺角發生嘅事咧係已經接近暴亂嘅一個邊緣㗎啦嚇。喺唔好俾呢個形勢再進一步惡化之前呢，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勇氣同埋有呢個智慧，為香港揾一條出路嚇。學聯喺呢次嘅佔領運動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咁所以我希望你哋係能夠同政府咧一齊共同有呢個責任去突破目前嗰個困局。為咗展示政府係有誠意去解決呢個問題咧，我喺呢度想提出有4點嘅回應嘅嚇。其實剛才咧都已經點出咗啦，不過我想有系統咁咧，就係講政府會作出以下4點嘅回應。第一咧就係就住2017年行政長官嘅普選，喺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決定嘅框架之下咧，係仍有相當嘅空間可以俾我哋處理一啲具體嘅問題，例如係提名嘅程序，例如係選舉嘅方法。我哋希望稍後啟動嘅第2輪嘅公眾諮詢呢，就可以同市民共同去尋找呢個最大嘅政治空間，然後俾我哋去落實一套公平、公正、高透明度、
而係富競爭性嘅行政長官普選。我哋亦都好樂意咧喺呢個第二輪嘅諮詢裏邊咧，同學聯嘅代表咧繼續保持呢個對話嘅。第二點嘅回應呢，就係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嘅辦法呢，唔係一個終局嘅方案，係可以按住香港嘅實際情況，當然包括各位嘅訴求或者普羅市民嘅睇法啦，作進一步嘅完善嘅。具體嚟講，喺基本法嘅附件1嘅第7條係説明咗如需修改，佢係有一套嘅規定，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解釋，亦都規定咗有一個5部曲嗰個程序。呢啲嘅基本法同埋全國人大常委會嘅解釋嘅條文呢，係仍然存在，仍然有效嘅。咁所以喺有需要嘅時候呢，行政長官係可以再次啟動5部曲嚟對就住普選行政長官作一個完善嘅。第三呢，就係剛才我講啦，我哋希望同大家一齊進一步去探討成立一個討論政改嘅多方平台，等到社會各界包括學生同埋一啲年輕人呢，可以一齊咁去參與討論。我哋認為個重點呢，應該係放喺2017年後香港政制嘅長遠嘅發展嘅。第四點係特區政府係同意可以直接向中央呢係反映呢一場學生運動帶出嚟嘅關注啦、意見啦同埋訴求。我哋正係積極考慮點樣喺5部曲呢個憲制程序嘅以外，以一個合適嘅方法同埋渠道呢，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一份報告，交代自今年8月底以嚟社會各界包括學界呢對於政改所提出嘅意見嘅。最後，對於今次對話嘅目的呢，我留意到學聯喺10月17日發表嘅聲明中呢係咁樣講嘅。佢哋話對話絕非要向政府示好或者示弱，而係當社會聚焦嘅政改問題，我們應該直接從當局官員中得到答覆，再思前路。我希望喺過去2個小時呢，我哋都俾咗各位一啲嘅答覆。我亦都好盼望學聯喺再思前路嘅考慮嘅時候呢，能夠重視市民對於一人一票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呢個期盼，能夠以市民嘅福祉呢係為依歸，能夠正面咁去回應市民對於早日恢復社會秩序呢個訴求，能夠感受得到政府係展示咗誠意嘅。喺今日之後，我哋嘅溝通嘅大門呢係繼續開喺度。我亦都希望能夠再有機會呢，同各位同學作好似今日好理性、好平和嘅對話。最後，我再次多謝鄭國漢校長今晚抽嘅時間呢，為我哋作呢個主持人。多謝校長。好多謝。我本人就非常高興，今次我哋對話呢，雙方都做到呢互相尊重，各位代表都係以平和嘅方法呢提出意見。雖然大家嘅立場同埋睇法呢依然有差距，但係呢，大家都好坦誠咁攤開出嚟，大家傾，而且亦都提出咗一啲新嘅建議。咁我希望以後呢，可以進一步咁跟進對話。咁而家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想多謝咁多位多謝。各位，政府同學聯嘅對話呢，直播睇到呢一度啦。請留意晚間新聞嘅報導，再會。